來看最近網絡上流傳一支用 AI 做的影片，講老大人摕這電腦卡去坐火車、坐高鐵有12項優待，不過詳題是攏已經發表聲明來強調，這全部攏是假的，大家是唔通相信，也唔通繼續來分享。為了回饋全台長輩，並配合交通部最新的觀光補貼政策所推出的真實紅利。這段網絡影片佇內底有講到，做迄人只要摕電腦卡坐台鐵，就會有專屬綠色60感應門等等的優惠措施。坐高鐵嘛有月台電動車接送幾哪項福利，有人想講是真的。我認為它是真的。看這種影片呢，它不是叫你去付錢，不是叫你去點什麼連結，所以無所謂啊。政府已經很優惠，一些有敬老票了，應該不會再有更便宜的一些東西吧。最近社群平台有真多假影片，除了進前引起爭論的 AI 虛擬人物陳志明醫生，即馬還有交通的假消息。台鐵發聲明表示講，目前實施的敬老優惠是照老人福利法，只要滿65歲的國民，還是提永久居留證有註記，會當坐大眾交通運輸享受優惠的人，攏會當買敬老票，享受5折的優待。網絡所講綠色通道這服務，攏是假的。台灣高鐵嘛講，影片講有敬老保留位免費升等這掛內容，攏是假消息。因為他是對兩鐵在說那個偽訊息嘛，製造偽訊息嘛哈，我們還是會請鐵路警察局協助來看看，有沒有辦法抓到來源啊。專家提出講，科技進步 ，AI 生成影片嘛會愈來愈多，創作者唔但是拼點閱率賺廣告費，嘛可能牽涉詐騙、擾亂社會秩序這掛認知作戰，要來擾亂社會國家。目前來講越來越困難，因為 AI 的技術越來越進步，散布一些假訊息，例如說他可能就會發現，都是這個台灣的某一些年齡的族群的人，他可能就會做一些我們的一些假新聞，或者是做一些認知作戰的一些工作。專家呼籲民眾講，千萬唔通凊彩轉傳假消息，嘛愛利用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來查證。另外，高鐵、台鐵嘛強調講，所有上新的優惠措施甲服務資訊，攏以官方網站的廣告為準。若問題，嘛會當找車頭的服務人員查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